飞回幽灵吗？为什么？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你是幽灵的人，我是被追杀的人，到死都不会安宁。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是我欠你的。走吧，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忘了我吧。我能，我保证，我会像你一样，用我的命来保护他。我已经深陷泥潭，不想拖累任何人。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活着。我一定好好照顾他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，现在只有他，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。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了，还是离开这儿吧。你是怕花香雨难过？跟我撇清关系，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。对你也一样。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放手吗？他没得选择。
自己后悔。我已经决定了。我也决定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是我欠你的。なぜ私の命令に逆らうのですか？私は目立たせたくないけど、もしルーフを消してしまえばもっと完璧と思います。ルーフを死んだらリストどうやって取るの？俺の判断は君は協力する力はね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もう一度チャンスをください。どうやって信じる？あなたの信頼を得らないと軍部に見捨てられます。私は二度とこの町を犯しません。忍耐力が限界があるんだ。はい。報告。山田涼子ですが、どちら様ですか？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。はい、長官。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。ファーシャンよ、釈放しろ。どうして？ファシャンユはフィルムを見つかる突破口です。彼女を解放しろ。君が持っていた命令だ。はい。提篮桥监狱从来就没有犯人能够活着出去，居然还出现了人质交换，还让人质从眼皮底下让人救走了。茶花项羽，您原来不是已经查过吗？再查一遍。从他去美国之前开始查，往前查，一直查到他出生。是。闪官最近怎么样？天天在房间，没见他出门或者跟什么人联系。盯紧他。是。去吧。
我已经洗出来了。我已经做到协议里我该做的，下面该你兑现诺言了。这个胶卷只有我一个人看过。胶卷里就是翻新计划的名单。现在在这儿，你可以开枪。如果我有意外，你就再也不知道名单了。 我们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，最后你就交给我这么个玩意儿。事发突然，我没防备。怎么确定这个就是真的？技术部鉴定了，确认是真的。就是说，名单从此没有了。有，陆枫看过，记脑子里了。胶卷是假的，人质还被救走了。凭陆枫一己之力，这不符合逻辑。而且，以山田凉子的能力，他布下了天罗地网。不管陆枫拿的是真胶卷还是假胶卷，他都应该必死无疑。从现场看，陆枫是和幽灵串通好了，才把华夏宇救走的。幽灵一直在追杀陆枫，他们的目标也是胶卷，为什么串通？现场的情况，山田少佐也看到了，陆枫确实有和幽灵配合作战的嫌疑。即便如此，华夏宇能被顺利的从山田少佐手里救走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所以整个事件更像是山田少佐故意放水，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。以山田少佐的能力，花向宇和陆枫不可能活着离开。越来越好玩了。封锁上海所有的交通，绝不能让陆枫离开上海。是。计划有变，如果胶卷是真的，陆枫必须得死。我们已经答应了陆枫，
一定要保证花项羽的安全。胶卷是假的，我知道。陆丰把真的胶卷烧了，我也知道。你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我？这些情报，我都是第一次听说。为什么回幽灵不跟陆丰走？我被陆丰赶走的。我需要你回到他身边。对不起，我回不去了。陆丰让你回幽灵是为了保护你。让陆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，那是最危险的事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，不用我告诉你吧？所以，根据你自己的做法，我只看结果，回到陆丰身边。如果胶卷真的毁了呢？你觉着呢？胶卷里有一份重要的名单，我需要拿到。在这份名单里面，有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，他们都混迹在我们的高层，随时可以拿到最高级的情报。这样我们跟日本人打仗，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压上。你觉得有胜利的希望吗？所以把名单拿回来。我不敢保证。这不是条件，这是命令。神父，失去信仰的人应该怎么办？跟从生命之光，就不会坠入黑暗深渊。向延安方面发来几点？反省计划现在有一个叫钢琴师的神秘人领导，他现在人就在上海。上级命令我们务必尽快找出钢琴师。木西河和任道元一直在联系，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。这是木西河近期在上海见过的所有人，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重要情报，请转交给组织上调查确认。幽灵从重庆调来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，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。是。你刚才烧的胶卷底片，是真的吗？那我偷走的那个呢？你断定我会偷你的胶卷？没有。没有，你为什么把假的放在抽屉里？
为什么把一个不信任的人留在身边？你最终还是把焦卷还给了我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。你是什么时候把胶卷冲洗出来的？见陈浩民之前。我会继续追查胶卷的下落。胶卷已经让陆丰烧毁了，知道烧毁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胶卷的内容现在只有陆丰一个人知道。他会不会把胶卷的内容告诉陈浩民？如果陈浩民知道，那共产党必然会有所动作。但是我猜测陆丰现在还不会这么做。他为什么要烧毁胶卷？保密，那是他活着的筹码。我想共产党现在也千方百计的想获取陆丰的信任，所以不能让共产党得逞。共产党得逞，我们就前功尽弃。现在要尽快的抓捕陆丰，而且要活的。是。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，你们俩共同完成。我说的是共同完成，不许单独行动。听明白吗？是。谁是叛徒？到现在都没人知道，除了你父亲，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。你是不是也需要我手里的名单？是的，但是要在取得你的信任之后。我已经把胶卷销毁了。名单呢？在我脑子里。所以如果我死了，名单也就没了。如果你想找我谈一谈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来。你这样太危险了，等于惹火上身。我需要做个选择，要么是朋友，要么是敌人。这消息准不准？目标出现了。才回来呀？朋友都等你半天了。屋里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二位，你们是？陈浩民在哪儿？
不认识这个人。你们二位我也不认识啊，请离开我家。我喊警察了啊！家人的安危就这么漠不关心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不用害怕，让他们谈事儿。叫什么名字，孩子？几岁了？来看看这是什么？你不吃，那我就吃了。不用害怕，你丈夫说出他知道的事情，我们立刻就走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浪费的不是我们的时间，是你家里人的生命。你叫豆豆吧？几岁了5岁。你们找错人了，你们真的找错人了。你选择了我最没耐心的时候。别吓着孩子。是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出你的身份。如果你不坦诚的话，你妻子和孩子现在立刻死在你面前。当然了，你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说出你的身份。把我们带到他那里，其他的就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能保证你家里人的生命安全。怎么信你？你没有选择。你们把他们放了，我给你们带路。
地址。北区。具体一点。北区五宝路附近，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。陈浩民照片你见过？见过。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活着。是。给我一支烟。知道叛徒的下场。我老婆孩子能活着吗？那要看你如何选择了。活着的陈浩民就是一把钥匙，他能让我们了解真相。当然，肯定有人希望他死。你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不能死。你说闪官是火凤凰行动的叛徒，我需要证据。闪官是不可信，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信任你。认识这个笔记吧？这是松下老师的笔记。没错。松下，我还有你父亲是生死之交。打开看看。浩民，这可能是我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了。现已查明，陆丰就是苗长天的儿子苗华军，而他背后代号佛手的人，就是当年的袁宗傲，现在改名闪官。闪官利用陆丰的最终目的，还有待进一步调查，在没有新的进展之前，维持现状。但是，请你暗中保护陆丰。松下一直在寻找火凤凰行动当中的叛徒，给你父亲报仇。这18年，他从没放弃过。最后找到了闪官的痕迹。苗华军，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？前边分路了，往哪个方向？考虑一下你的家人。
并没有繁星计划的名单，我有的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。你是怎么确认的？胶卷我早就洗出来了，里面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，所以应该是需要相匹配的密码本，才能把这个名单给翻译出来。军营中是我们安插在穆希赫身边的一个深度卧底，所以我们早就拿到了军统翻译情报的密码本。你们也有密码本？对。你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这个繁星计划的名单。是的，之前所有的人，他们的付出和牺牲，都是为了这个名单。日本人安插在中国各大势力当中的间谍，对今后的战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但是成败的关键，就在于谁先拿到这个名单。你的命运对今后整个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你必须活着；对他们来说，你必须死。所以，名单在你手里时间越长，你就越危险。但同时，这份名单也是我的护身符。一把双刃剑，看你怎么选择。他叫陈浩民，也就是他，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。左边那个人叫松下，你认识；右边的人是我，中间的是你父亲。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。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。什么诱饵？我。但是要把胶卷保护好。我现在把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写给你。哪一个？我现在辨认一下。到底是哪一个？真的好久没去过了，我得下车再看一看。是谁？怎么回事？他说要辨认一下，
别让他拖延时间。是。说不说？